步步高升，心想事成。獅子搖頭，萬事勝意，鴻運當頭。獅子反尾，女士們一定係青春貌美。紅獅飛躍創高峰，新春運勢向上衝。連環飛躍，個個都神采飛揚。大家一定係夢想成真。好，現在有請我哋兩位主禮啊！係主禮接翻個菜頭，接翻個菜頭，兩位主禮接個菜頭，與全年都好彩頭。好，多謝晒兩位主禮。我真係好多菜啊！推下好冇？係啦，如果唔係咧攞到咧變咗就得不償失啊！整親就好唔好啊？好嘅，好嗱，準備好未，獅子？好，我想問問大家，農曆新年我哋通常第一句説話會同人講乜嘢嘢㗎？係咪恭喜發財啊？好啦，不過我哋借今日咧，大家就一齊跟我講句恭喜發財咯喎嚇！記住，你越大聲咧，獅子就會越向你嗰個方向拋出去㗎，所以咧想攞到嘅話就要大聲啲咯喎嚇！好，準備好未，獅子？準備好嚟咯喎！1、2、3。恭喜發財！